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无啥名声的 YouTuber。你听完了后，毋免按赞，嘛毋免订阅，毋免分享，嘛毋免试小铃铛。但是你若对 UV light 紫外光的用途有兴趣的话，也是有问题的话，你着爱收看即个影片。台湾武汉肺炎即2天愈来愈严重，伊已经变做社区的传染嘛。大家拢知影讲爱用75%的酒精来消毒，但是一直喷到尾啊嘛毋是办法。所以有一种较紧的方法叫做紫外光 UV light。要安怎使用呢？啥物是正确的使用方法？啥物是正确的紫外光？即马来大家做一下介绍。紫外光，迄是可见光后壁较强的光线，有分做 UVA、UVB、UVC 3种。UVA 你一般徛伫日头下骹安尼晒日头就有啊，伊会甲你的皮肤晒了变做乌乌。UVB 一般较罕地拄着。因为臭氧层已经甲你离掉啊，但是你若晒着了，晒久你嘛有小可小红肿啦，烧烧的感觉。UVC 对地球的动物来讲，植物来讲是有害的，因为伊破坏咱身体的细胞。但是大家毋免惊，伫地球顶悬找无 UVC 即种物件，所以咱即马若要甲病毒消灭掉，就爱靠 UVC。伫遮先甲大家解说一寡基本的知识。第一个是 UV light 虽然遐尔啊强，遐尔啊赖，但是伊有嘛有限制。伊的限制就是你若甲炸起来，伊就无效啊。你电火安尼甲照过了后，你若摕一块布甲掩起来。下口的乌影的所在，就无下骹的病毒，你就无法度甲消灭掉。所以你咧照 UV light 的时阵，正边照完，爱甲变到后壁面，佮甲照一遍，安尼才有效。你若要保护家己的时阵，你着爱穿长袖的，像我安尼，甲乌目镜挂起来。我等下甲大家解说啥物是有效的乌目镜。开 UV light 的时阵，伊会生成一寡臭氧，闻起来小可臭臭的味。迄虽然有毒，但是伊嘛是会当甲病毒甲消灭掉。所以你若规个房间开 UV light 照光了后，你若要人要入去进前，会记甲窗仔抛开，甲电风拍开，小通风一下，人才入去。好，我即马来甲大家讲 UV light 要安怎使用。照理讲，你应该爱甲面，尤其是目睭、手，有皮肤的所在拢甲掩起来。尤其是目睭，因为伊的 UV 像头拄我讲的 UVC light 对咱的目睭有破坏，会伤害到咱的目睭，迄是无法度恢复的。光线拍开了后，甲你想要消毒的物件下伫面头前。安尼慢慢甲照过，几秒钟了后，平平，还佫甲照一遍。UV light 上大的好处是，不管是塑胶的、玻璃的、布，还是阿鲁米 stainless， 拢会当照进。但是爱注意的是，塑胶你若一直甲照过了后，伊会喙去。不过无要紧，咱这是短期的，所以无啥影响着。过来是一寡问题甲解说。第一个是 UV light 敢会残留伫咧咱的皮肤顶，还是残留伫桌仔顶？我摸着，敢有毒？大家放心，袂。因为 UV light 就像咱的电火共款，咱若要离开房间的时阵，甲电火全部切落花，规个房间就暗迷蒙啊，就无光线。所以你甲 UV light 关起来了后，迄就无效果啊。所以你毋免惊讲会留伫
皮肤顶也是物件顶悬你摸着会安怎？上济是晒着皮肤了后，皮肤烂去，像咱迄个日头晒久了，皮肤安尼烂烂，啊，人摸着我的皮肤，我嘛袂传染互别人。过来一个问题是，我若无想要借我的手机仔皮包，我若想要借规个房间，敢袂使？一般来讲，你爱看你电火的泡仔，就是看几瓦的，啊，甲你的距离。一般来讲，25瓦的 UV light， 你若一个房间无到2坪，安尼差不多借5分钟就有够啊。啊，若像恁兜的客厅10坪以上的，你可能着爱开差不多1点钟以上，才有效。但是就像我头拄仔讲的，你只要有藏起来的所在，安尼就无效啊。像你甲 UV light 若斗伫咧顶悬，若想要甲规个房间安尼照一遍来消毒，安尼嘛是会使。但是你若下伫你房间，你门窗骹照袂着，安尼就无法度消毒啊。像你的棉被，每半点钟你着爱变变。安尼才有法度，互光线照着你棉被的另外一边。若咧照的时阵，你当然嘛无希望其他的人钻入你房间内底，所以我嘛去买着即个牌仔，我拢甲挂伫门头前，所以大家看到就知影讲内底咧消毒，千万毋通入来。拄开始的时阵，市面上有一大堆讲伊是 UV light， 但是大家爱注意，毋是所有的产品拢有消毒的效果，有的根本就是紫色的光线，安尼是开 party 咧用的，迄根本就无效。要安怎知影讲咱买的产品有效还是无效？其实即摆你若伫网络顶悬你找紫外光测试卡、紫外光检测卡，你着找有啊。像即张卡，迄是我原本买的，歹势迄当阵足歹买，所以我买着了后，一直加，愈加愈细块。因为伊若曝着日头光线，规块着害了，所以我爱再用一张纸甲按起来。安尼测试的时阵呢，我甲大家建议，你会当找一个纸箱甲即张卡放伫箱仔内底，佮甲你的乌目镜，甲你的卡按咧，佮再甲你的电火加入，规个含起来，甲光线透倒。差不多10几秒钟了后，你就当关起来啊。照你讲，你即张卡应该袂变色，因为伊互你的乌目镜看起来若会变色，就代表讲你的 UV light 是有效的，你的乌目镜是无效的。测试过一遍了后，若即张卡无变色，就代表你的测试，你的乌目镜是有效的。你再甲你的乌目镜摕起来，佮甲卡下入去，佮甲电火下入去，佮电开一遍，即遍无乌目镜看不掉你的卡应该爱变色。若无，就代表讲你即支 UV light 是无效的。我解说到遮，若是你嫌我的方法伤过麻烦，安尼嘛无要紧。市面上阁有另外一种产品，伊甲 UV light 斗伫一个箱仔内底，你甲所有的物件，包括你的皮包、信用卡、锁匙、手机全部拢甲录入去，甲箱仔关好，电插入去，甲试一个开关，差不多1分钟，就拢消毒好势啊。实际你会当搁甲囡仔的啉水的杯甲食饭的碗箸、汤匙拢甲下入去消毒，迄拢会用一下。好，讲到遮，祝福大家平安，
较食洗手的，毋通黑白蒙鼻、揉目睭、蒙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